80幾歲嘅港人范敬坤個仔一直喺廣州工作，幾個月之前佢亦都搬到嚟廣州南沙呢一間養老院。佢話呢一度嘅居住空間大，生活成本低，好適合養老。仔話點啊？轉點啊？老母好唔好啊？住正環境，我話梗係唔好，我走啦咁我就好好啊！你難揾啊，翻屋企都唔得啊，過年我唔願翻去啦。擁有廣州戶籍嘅邱漢夫移居海外多年，5年前因為行動不便回流。佢認為內地嘅養老院環境好，服務質素高。佢亦都樂見有越嚟越多嘅香港老友記搬到南沙。入嚟嗰陣時候好瘦嘅，我病啊嘛，咁後尾入嚟呢度慢慢調整個心態啊，同埋佢哋嘅服務啊，咁而家搞到我140幾啦已經，個面又紅潤啦，身體又好翻好多啦。食完飯咁啊，有時捉下棋啊，睇下報紙啊，咁啊下晝起身去飲下茶啊，咁咪幾開心咧。南沙區養老院係廣州首個公辦跨境養老院，亦都係香港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。香港長者入住可以享受同香港本地同等補助。院舍喺養老院嘅2樓開設港澳老人服務專區，工作人員都識粵語同英語，會因應港澳長者嘅文化背景同生活習慣，規劃相應嘅照護服務。南沙作為跨境接收港澳老人的跨境養老示範院，對養老的服務是按照5星級的標準開展服務的。那對於港澳老人，我們同樣運用5星級的服務標準，為他們提供家的文化，讓他們進入院區就能感受到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。我們還接軌了香港的醫療體系，同時也與廣州南沙第一人民醫院簽訂了綠色就醫通道，為保障我們長者的無論從生活上、生理上以及醫療上得到了充足的保障。為咗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民生融合，便利港澳居民就醫養老，符合資格嘅港澳居民可以申請入住公辦養老院。隨住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擴展到南沙，再配合醫療器械協作，醫養服務可以無縫銜接，實現港澳長者安心跨境養老。